道那个我们只讲英文的时候，他就会出来跟我们讲那个福建话。我是哎呦，阿龍咁講，就係講女仔 slipper 就講喎。我知，女仔前拖，前拖，但係就未曉，係講拖 A 呢。拖，因為咱講前拖啦。你啊？因為我請啊，其實我請啊就有意思嘅請。落去聽眾，落咧啊！特別叫做烘焙嗰時候。烘焙啊！這禮拜咧，各位聽眾啊，廣華日報咧是嚟個。講話，學真係出名飲係係啦，對，烘焙人哋嚟整濟嘛。你別使喎，不過我諗是當然是到啲頭條落去啦，頭條落去，上去我哋頭條落，本來冇個可能啊。有時我記住你嚟頭條落去，你是廣華日報俾嚟咁樣烘焙咯。因為我哋先你即係邊啲學見即係怎講啊？你嘅 position，你帶到，我帶到哇，即係叫做。福建話係過梅咯，福建話過梅對，福建話你是福建，邊啲福建係幾寶啦？靚落啦，啲幾寶隻啊嗰個幾寶嘅好聽啊！咦，我係official 咁樣講，雲漢嘅正食嘅，端康正食嘅，正食嘅幾寶，正食嘅，呢是正幾寶。幾寶唔是幾寶。我講我條料，我同埋俾撈住。我就拎住。係啦，後邊姑娘掛啦我，阿閉啲姑娘掛啦我。少，哎呀！特別我看你，因為我俾佢切掉落時啦，我會落原本啦，所以都冇對掉往來。落時啊，阿妹係冇，正是頭條落下邊後尾，誒，你寫住下邊咩？教阿妹，本身嚟，即係見你一切掉落，因為變咗你阿妹話碌翻出來嗰時你單話。明啊，跟住我講。係啊。誒，那是講白路面，講緊話跟照有關係話題啦。是兩個話，我等 N 了 ，OK，thank you。我等 N 了，咁成。有時你接到你話你啦。上嘅。我都接報到你車。下你車會。嘢你做咩叫我做我 edit 嚟揾咪？OK 啦，OK 啦，當今budget 那是冇是呢啲咧，當那是各位聽眾當然聽到即節目嘅事咧，就是我人講話一部出播咗嘅事，我放進去，對哦，講話一部出播咗嘅事。需要掉路上，未必你擺咪 pattern 翻咯，咩擺 pattern？會使你叫我 post 啊？喂，日就我錄音喎。是近就協銷應該就變咗啦。OK。喲，其實都未去比賽。等陣，我做了先。OK 啊，即嗱是各位聽眾當然聽到即節目嘅事哈，就是講我能講話一部出了一部咗，就是你要買講話你看咩去看，你是冇買過哈，講話看咩去買，但是朋友唔知有bằng哦。website 有啊，嚇，啷個 website？ai ke nò lì cùi không? Giờ kín á,我夠點聲，我夠點聲。使到studio時候，因為使較行較慢嘅腳路，我對除咗翕一個腳路。好咧，若是各位聽眾當然聽掉咧，就是我人嘅記者講好一部記者嚟甲甲我講話了朋友與當今我哋使去買講話不抓啦，係咪？拜拜，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拜。